本地2年初要举办的2021年台湾灯会受到疫情影响来停办。观光局本地按算讲要把这个主灯从丰竹港刷到高铁新竹站头前来展出，不过考虑到离明年灯会时间太过晚，决定要来取消。用108支灯啊展现出风的感觉，配搭新竹出名的玻璃材料，打造高科技未来感。这是2021台湾灯会主灯。今年初的灯会因为疫情取消，原本6月要展出，又搁延后，即马已经确定今年的主灯我都甲大家见面啦。那依照疫情的部分，因为不是很明朗，原本我们建议的部分希望能够延到年底。那可是因为观光局考量距离明年度的灯会的时间过近，然后建议我们到10月10号之前为最后的期限。那整个县府横着整个疫情的发展不是很明朗。所以最后决定就是忍痛有关那个灯会展示部分，我们就暂停办理了。主办单位几个月前就配合主灯完成现场的基座甲电力设备，因为主灯确定取消，嘛只好直接拆除。电力的管路的部分，还有拉线的部分，连那个变电箱的部分我们都架好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临时暂停之后，这些设施的部分，随后会依照地主铁道局的要求，我们来办理清除事宜。主灯灯具的部分，目前是放在观光局北部仓库内底，stra去再搁由观光局决定用什么款的方式展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